关心新北市中共女中国中部为明年起要收查甫的，明年会申请改名叫做中共中学。校长讲，5、6年前，中共女中的国中部才艺班就已经开始收查甫的。即马因为大家囡仔生较少，校嘛爱对着时代。 学校内底学生上课真有压力，今朝甲看规个班全部拢是查某囡仔。这是新北市的中共女中，这个画面未来可能要改变啦，因为中共女中明年国中部会开始收查甫学生。 我们在5、6年前开始有男生了，之后整个学校的文化就是比较活泼，非常活泼。然后那个两性之间的那个教育也显得很正向。所以呢，我们109学年度开始，国中部7年级开始是全面收男生这样。我觉得男生很讨厌，可以不要收吗？就是我觉得收男生的话，可以更落实性别平等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全国高中查甫学校干那3间，包括建中、成功、甲市会高中，查某学校拢总有20间，包括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、金美女中、中女、雄女等等。因为受到囡仔愈来愈少，较歹招到学生，加上两性平等的观念愈来愈受到重视，这的原因影响，真侪干那收查甫也是查某学生的学校，拢变做查甫拢要收啊。新北市的中共女中嘛在咧改变，不过也是有一部分的高中无受影响。那个硬体设备的上面的设施，就需要花很多的经费去改善。也许校友的期望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讨论嘛。金美女中的校长讲，过去嘛捌讨论过相关的议题，不过尾也是决定无要改变。嘛讲透过社团的活动，其实查甫甲查某交流的机会也是真多，认为两性的教育无问题。新的时代，新的观念，要保持传统，也是要有改变。学校拢爱找一个上好的方案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